故宫进前因为这前悬的过错洞判三件明代、清代时代这个灰影碗，引起外界批评。经过5个月修复，故宫下晡举行记者会，宣布这三件文物已经修复完成。副院长也搁再向社会大众回示的。 这是故宫博物院去年无细致弄破的青条、青花花灰盘，搁有暗梁、白里小黄灰碗等等，即马拢已经修复完成。对于发生这样的疏失，我代表同仁跟大家郑重的致歉。那最重要的，面对那3件作品，我们也尽全力修复完成。这次文物比较明显，就是因为受到物理性的一些损伤。 影片内底会当看到修复师用科学验证精选修复材料，碎片嘛爱经过填补，也是转色处理。只是捌破过的物件，敢真正会当整理甲全部分裂。 总共其实大概花了3个月左右。它其实近看的话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痕迹，它是比较肉眼不容易辨识的这个修复方式。 故宫嘛，对于3一开始展出文物检测甲修复过程，只是半当前故宫所讲的工课流程，甲箱仔改造图柜，安怎避免危机再现？到底做了偌济？我不敢说它危机就是转机。我的同仁刚才透过修复影片，有告诉大家，我们确实真的想要重新跨出这个修复的第一步。 故宫表示，无论训练还是流程，已经一件一件在做。即个除了展出进前弄破的灰仔，嘛有思维修复，呈现故宫安怎用科技人文彰显文物的价值，嘛让外界相信因的诚意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